来看高雄林园有一个路口，逐摆到寒天时啊，一个暗头啊呢，这车路的电火条啊边啊呢，这顶悬的就歇规排，佫着百只椅啊，规条车路拢是胶啊屎，唔若造成环境卫生的问题，也有民众骑奥多摆累残，民众受伤。农业局即马准备要伫咧电线顶头抹药剂，甲这椅啊赶走。 不管是路面上，也是徛街外口的壁面，甚至是路顶顶悬，四界拢会当看到满满的胶屎。高雄市林园区的东林西路甲文化街交接的这个路口，逐摆若到寒天，都有一大阵的椅仔来遮过冬。逐年若到这个时间，不管是店家也是过路的民众，拢真头疼，不时都会发生桥倒摆的累惨的事故。啊，这条路会惊无？会啊，会惊啥物啊？会惊滴到啊，滴到迄胶啊屎啊。下来之后干掉没问题，但是冬天的第一场雨就会造成烂泥巴的那种感觉，就飘远了，然后车子骑过去就马上滑倒。现场胶屎滴甲规世界，胶啊毛嘛乌白飞，主要拢是因为电火线也未地下化，甲另外一边路有地下化的比较起来，胶啊屎数量就差真多。最近农业局嘛有来会勘，针对民众的反映，因除了请环保局来加强摒扫以外，嘛会甲公所、台电来合作，进来进行处理。目前评估会在电线上面增加套管，或者在上面涂抹一种粘稠，而且会令鸟类感觉到厌恶气味的驱避药剂。今年比较少一点，去年更多，去年鸟更多。椅仔过冬虽然讲是大自然的现象，不过因为对民众的生活已经造成影响，不管是电线外口增加套管，也是抹药剂。当地民众希望会当发挥效果，唔通搁附近定揽这款胶屎雨。记者柯家族、邱兆勇采访报道。